世界樓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好，翻嚟節目時間之後呢，今日直播室繼續有我哋呢一位嘉賓啦，就係 AMTD 嘅主席曾慶麟上嚟同我哋呢繼續講下以樓養學呢個概念嘅。Alan 你好，係 Michelle 你好，你好，係 Paula 你好。咁啊，以樓養學個概念上個星期我哋都簡單解釋過噶啦。不過呢，我哋頭先呢第一節嘅時候 ，Paula 你記唔記得我哋提到呢就倫敦同埋香港呢都係樓價風險比較高嘅城市，而倫敦真係好多學生去讀書噶嘛。我哋頭先講到一個問題啊，就係話買樓都要睇時機。喺啲樓價好高或者係風險好高嘅地方呢，我哋都唔想沾手。以樓養學就話喺當地買翻層物業。哇！如果小朋友喺倫敦讀書，跟住喺嗰度買樓，我有啲唔安心喎。一輪係啊，風險最高嘅城市，仲要得2-3厘回報，咁點算啊？點養啊？係啊，我哋質詢緊佢。我啱啱喺度諗緊嗰個以樓養學嘅人對隊咁咧，以樓養學嘅就係上年下年咧就可能要以身贖債。以身相許哇！即係如果你喺度買倫敦摸咗層高位摸一層樓之後，咁真係仲要以身贖債？唔會嘅，我呢個咧就我稍為去褪翻少少。上個星期即係同大家講過嗰個以樓養學嘅概念。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有一層樓喺你個仔女去讀書嘅地方，買咗之後放租出去，每個月收翻當地嘅貨幣，唔使擔心嗰個貨幣升值或者通貨膨脹而令到你嗰筆錢呢最後尾唔夠供個仔女去讀書。咁而每個月產生出嚟嘅現金流呢，又唔使匯錢，又唔使去銀行去搞呢個外匯，咁呢就俾咗個仔女嗰個戶口度呢，就佢自己睇住嚟使啦，仲可以呢係作為一個以身去施教嘅一個理財嘅方法。咁更加重要咧，就讀完幾年之後咧，最好嘅梗係可以賣層樓，全身而退又有少少賺，係更好上加好。咁其實咧，呢個就係成個以樓養學嘅一個全面嘅概念。咁跟住其實就個概念出咗街之後咧，都有啲朋友聽到啊，咁都話喂，咁具體即係點操作啫？我想去英國讀書嘅，咁點咧？係啦，喺邊度買咧？咁倫敦一聽親就話喺最貴喎，7位8位數字嘅港紙，咁萬幾蚊一尺，係咯，仲貴過香港。你個概念點樣去具體操作啊？嗱，咁我今日咧就喺度咧，可以同大家用一啲好具體嘅例子去講一講。首先咧，其實咧好多時候亦都回應翻頭先阿 Paula 同阿 Michelle 你哋講話，倫敦啲樓咁貴，風險咁高，而家做落去係咪一個適合嘅方法？首先，以樓養學咧嘅操作嘅一個先決條件咧，亦都係坊間咧好多朋友咧嗰個概念上高咧係唔知道咧係有一個錯誤嘅概念。最重要一個概念就係話個仔女喺邊個城市讀書，譬如你喺英國都好多城市噶嘛。倫敦係多大學，但係其實有好多英國嘅名校咧，其實喺倫敦以外嘅。係啊，好多叫大學城，啲大學城其實偏離倫敦㗎。咁咧。嗰個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一定要攞清楚咧，就係要用以樓養學做得成功做得好咧。你嘅仔女喺邊度讀書，並不代表你一定要喺翻嗰個城市度買樓嘅。嗱，舉個例子，如果喺英國有啲好出名嘅大學，譬如曼徹斯特大學，咁曼徹斯特都係好出名嘅大學，或者伯明翰大學，佢距離倫敦其實有1-2個鐘頭嘅。咁咧。咁如果我個仔喺嗰度讀書嘅話咧，我係咪一定係要喺倫敦買樓咧？未必㗎喎，係咪一定喺伯明翰買樓都未必㗎喎？因為你最重要以樓養學咧，就係你買落層樓能夠產生最多嘅現金流俾你。你理得佢喺邊度咧？嗱，就舉個例啊，倫敦而家買層樓嗰個租金回報率幾多啊？2-3%哇，高啦！我諗冇添啊，2厘幾就得，即係好過擺喺銀行少少嘅啫。係。相反嚟講，如果去到曼徹斯特或者伯明翰，唔知有冇數據，嗰個租金回報幾多？6度啦。6%。5-7係啊。係啦，即係呢一偏離咗倫敦，因為啲樓價低咧，所以自然咧嗰個回報率咧就高噶啦。咁頭先講過以樓養學其實有幾個成功嘅先決條件，攞最少錢出嚟最緊要，因為頭先上一集都講過啦，大部分嘅家庭都係 set aside 咗100-200萬嘅啫嘛，唔係個個家庭 set aside 1-2千萬去俾個仔女讀書噶嘛。咁你100-200萬咧，其實喺港紙咧喺倫敦係買唔到咩樓嘅，即係同香港一樣，車位係差唔多。咁同埋你就算你買到，倫敦每個月俾到嗰2% 嘅現金流你。
咁肯定係唔夠使啦。咁點解唔去考慮下一啲二線得嚟，唔好話山卡拉嘅城市啊？譬如頭先講呢個曼徹斯特、伯明翰呢啲係首屈一指嘅二線城市。哇！佢有6%嘅現金流，而好多時候咧，嗰啲地方嘅樓盤咧，100-200萬港紙大把有得揀，係有㗎。最近我哋咧除咗話曼徹斯特咁大興土木嘅城市啊，習近平主席又會去到採訪啊，咁佢嘅樓價係咪真係可以豐儉由人，或者係100零萬上到車嘅咧？有嘅，以我認知咧，其實個質素仲要唔差添啊！我哋都係呢個節目，我都上咗嚟幾次啫，我諗大家都已經係耳熟能詳都聽過，就係話買樓一定要係咩啊？地點 location， 就算以樓養學咧，都唔好放棄呢個大原則。係，就算去到曼徹斯特，都係要揀一啲咧喺市中心啦、鄰近大學啦，或者喺外國咧好大嘅一個租戶嘅市場咧，就係嗰啲醫療人員啊。凡係有醫院啊，或者係有醫療人員出現，護士學校啊嗰啲咧，個租務市場都好蓬勃嘅。咁呢啲為之好嘅 location， 好嘅地點。所以咧，就算去到曼徹斯特，去到啲二線城市，都要揀一啲好好嘅地點。而更加好嘅咧，就係個物業本身咧，一定係要嗱，我俾咗筆錢出嚟咧，我就唔想再煩噶啦。香港作為一個業主、一個父母，包晒所有嘅裝修家私，即係唔好再要我抌錢出嚟啦。所有嘅設施要最好係新嘅，家私係新嘅，可以用幾年嘅。咁我就呢幾年咧，我淨坐喺度收租嘅啫。係。而好多咧，如果係識得揀嘅話咧，有啲好嘅物業咧，仲會有埋呢個嘅租金回報嘅保證。咁睇下幾多年啦。如果能夠好彩啲嘅，可以攞到啲3年嘅，啱啱讀完嘅大學咯，係嘛？咁你3年之後坐喺度，你嗰筆錢，我哋都講過啦，擺喺香港銀行都係擺喺度噶啦。係。你仲要每個月去擔驚受怕之餘咧，仲要有好多手續去辦。咁與其不係咁，不如買層樓擺喺嗰度，等層樓去養個年青人讀書仲好啦。其實咧，除咗揀 location 之外咧，我覺得揀租客都好緊要啊。最驚就遇到啲租白或者，哇，真係大肆破壞，成日喺度開 party，搞到你間屋亂晒大龍，嗰啲真係頭都痛。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有冇方法揀㗎？其實100%咧，我真係唔敢講。但係你而家好多外國人，包括我自己啦，香港人都係咧，就係去揾一啲咧係專業嘅叫租務嘅服務公司。咁呢啲租務嘅管理人咧就一條龍噶啦。咁佢就會幫你收埋租。譬如你話想嗰租金點樣安排落去個仔女邊個戶口度啊？當地嘅有啲咩嘅使費要做嘅，幫你揾翻個新嘅租客或者租約到期，重新幫你安排新一條龍搞掂晒。咁亦都喺你嗰個租金度咧係扣起少少俾佢，咁唔使煩啊嘛。係啊。咁你咪因為佢有6%嘅回報，咁你扣翻你少少都仲5點幾啊，有5點幾都夠俾佢生活費啊，或者加部分嘅呢個宿舍。嗱，英國就好多人去留學啦，呢一個以樓養學概念可以 apply 落去啦。另一笪地方就應該係澳洲啦。澳洲有冇機會用到呢一個概念呢？其實澳洲咧，我相信呢個概念咧就仲啱使，因為咧，譬如澳洲多數都係幾個城市啦，波蘭你最熟，Sydney 啦，Melbourne 跟住 Brisbane 呢3大城市，墨爾本同埋呢個布里斯班呢3個，咁最受歡迎就真係等於 Sydney。Sydney 就類似有少少似倫敦咁又係租金回報低咯，租金回報價錢升晒上去租金回報最高嘅地方咧，就好似係布里斯班啦，有成5點幾個 percent， 仲係一路向上升緊。但係布里斯班嘅大學咧，又未必夠墨爾本多，係嘛？咁你呢個3頭馬車之下咧，可能眼花繚亂，結果都唔知點樣搞。其實好多嘅家庭咧，仔女就喺呢個墨爾本度讀書。但係買樓咧就買落去布里斯班度，布里斯班收嘅租都係澳元嚟嘅啫嘛，你邊度收嘅租都係澳元。布里斯班收到嘅租放俾匯落去個仔同個女喺墨爾本嘅戶口，佢哋喺嗰度生活。好嘅，咁今日好多謝Alan 同我哋講咗呢個有趣嘅題目啦，就係以樓養學。古代有孟母3000現代人原來樓同埋學業都係息息相關嘅。多謝晒 Alan 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下一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會有世界樓巡禮嘅節目。Thank you, Alan. Thank you.
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英國曼徹斯特獲中國企業注資發展，刺激樓價，市中心大學生租務熱點供不應求，港幣150餘萬起，享3年6厘租金回報保證及現金回贈，買樓養學，投資首選。物業展銷會本周6、11至5，銅鑼灣柏寧酒店26樓投資講座，下晝1點及3點，名額有限，登記即打35438328，35438328，AMTD 代理發售。